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要講嘅係呢個科技喺餐飲業上嘅應用。咁首先就係點餐嘅系統，部分餐廳就可以掃描台面上嘅二維碼，從而喺手機上面點餐。跟住落嚟就係講庫存嘅管理，使用智能庫存系統，餐廳可以實時追蹤食材嘅庫存，以減少浪費並提升效率。No。跟住就係機械人服務員，機械人負責傳遞餐點同埋清理桌面，有助降低成本同埋提升效率。最後係線上預訂平台，可以透過應用程式或者網站，顧客可以隨時預訂餐位，減少等待時間，提升客人滿意度。